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道路区自强号发生事故到今已经是第5天啊，代替今仔日也派一台专门列车护送往生的司机员袁顺秀的金刀翁啊。这台列车对花莲出发，经过树林，代表袁顺秀的任务已经结束。落尾也甲伊的金刀翁啊送回去交代着。下晡4点50分，代替专列饲着真长的喇叭声，来到台中火车站，甲殉职的司机员袁顺秀的骨头夫顺利送回故乡。代替员工伫月台顶面列队来敬礼，伊的儿子是摕着微笑，太太是摸着骨头夫落车。哈罗国号火车事故，33岁司机员袁顺秀因兜住伫台中丰原，为着全车乘客性命，就算伫最后一刻，短短几秒的反应时间内底，伊愿用尽全力，一直打动啊！尽忠职守的态度，让人真感动。伊的遗体7日早起已经在花莲进行火化。袁太太也为我们所有在这段时间在整个协助上的一个关怀，她致上了满满的谢意。她说了，花莲有爱，在每个氛围，在每个协助，她的每一分钟都感受到花莲人给她的爱与协助。袁顺秀的骨头夫由代替派专列运回台中的故乡，这也是代替头一摆以专门列车高规格来送殉职司机登去厝，代表批评，而且任务结束。而代替的当然是列队送袁顺秀上车，并且大话一路好行。因为他的工作班尚未完成然后我们就决定说用专列的方式里面把他运送回去树林做下班的动作，等于就是说把他将他的任务给完成这样。列车12点8分对花莲出发，经过事故现场清水崩坑时，超工停车，7喇8了后才离开。随后沿途经过宜兰站、七堵站时，站务人员拢主动出发列队来行礼，致上相关的敬意。下晡2点40分，列车暂停伫树林站，代表交班任务结束。代替人员大约50人，伫行程别着黄时大，爱袁顺秀安心下班。他是台北机务段，也就是在树林的这个地方任职，所以在地缘上有很多他们的一个同事，那也刚好在这个地方来送他最后一程。根据了解，袁顺秀的骨头夫会送往台中殡仪馆暂存，家属看日子，结果提到丰原观音山的公墓来骨塔去安葬。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苗栗台中和北彰化启动分区送水的头一天，市场内面的大头马也用滴水来应变，而且有真侪民众去到灌水站灌水回来。经济部表示讲，会按照无同地区的特性，找出其他的水源来互民众使用，也会向行政院来争取经费，希望伫护水来进前会当有其他的补充水源。市场的大头头前放过来塑胶桶。水装到拢满，除了用来洗海鲜甲鸭肉，洗过水也袂使浪费，留起来也会使来洗地板。面对限水的政策，大头讲就惊影响生理，也袂少的大头是暂时休困，无做生理。就可能就靠这2桶水在用而已。我们每天这个工作服都要清理呀，然后摊位都要洗。另外，伫市区的提水站也陆续有袂少民众来提水。用多少拿多少，不要多拿这样子。虽然说水车会一直来补，但是还是要节约用水。无方便拄着嘛，无法度。洗手面我去超商买2罐水来用啊。全台湾面临欠水危机，苗栗台中和北彰化地区的水情正红灯。7日开始实施分区供水5天、停水2天的限水措施的头一天，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出席通市大园区捷情老街区记者会表示，会随时注意供水5天、停水2天地区的供水的情形。停2的时间呢，都还是有地方可以取水。那管线末端的部分也有在增加一些供水量。我想大家一起共同克服比较干旱的这个情形啦哈。复水的时间会因为你是管线的末端或者是高区呢，会稍微慢一点复水的时间呢，我们大概要18个小时这样。经济部表示，按照无同地区的特性来找多元的水源，支援民生用水。今年也陆续向行政院争取1.0加2.0的经费，就是希望在下一摆的雨季来临进前，会使有其他补充的水源。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目前正咧欠雨水，南投日月潭的水位也是直直降，唔来影响到发电，也会互咱要用的水变较落。伫市乡公所就举办头一届救雨发挥，希望天公伯啊就赶紧落雨。另外，台中也是行送水5天停2天的措施。伫丰原区就里长讲要招一团里民去无停水的区域洗夜市兼洗身躯。正人合掌也清香参拜。南投县里乡的里长甲正百的村民，初六早起举办祈雨发挥，地点就建伫日月潭，因为若是水位持续降低，未想用水就会变落，也若强地嘛可能会连带受到影响。这个自助人助，当然也要天助哦。那鱼池乡跟大日月潭地区哦，在40、50年来哦，第一次这样严重的干旱哦，那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还有观光业上面哦，还有民生用水哦，都导致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哦。根据水利署的资料，日月潭的欠水率伫初六早起7点，敢若剩3.6，这嘛是头一届日月潭举办祈雨的发挥。当地还佫伫初3开始食菜，希望天公伯会当感受到咱的诚意。现在台中地区开始分区供水5天停2天，停水区的里长希望会当招团去无停水的所在洗粪丝，目前已经有10外个人报名。少的来去丰原夜市啊洗洗，然后顺续来啊洗身躯丰原无停水啊，那会有多少人？应该。我觉得应该一台车有吧。同款嘛是伫咧分区限水的中华北部，亲像头毛店的业者，因为用水量大，嘛是头壳摸咧烧。虽然有穿几下的大水塔，不过就惊水无够用，嘛是爱调整服务的方式。我们尽量是，如果是单洗法，就能不洗就不要洗，因为现在停水啊。这个是因为要烫头发，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先洗过一次。员工讲，除了调整营业的时间，嘛要调整服务的方式，因为惊水无够用，可比就要减少甲人客洗头的流摆。目前因的水按算价格，敢若会当挡1天左右，即嘛会当省偌济水就算偌济，希望会当度过这波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厂中央甲台中市政府又搁伫咧对决咯，台电伫半暝仔时阵重新启动中火3号机组，互台中市长罗秀燕是真不满，批评中央讲是要甲民众做对头。台中市环保局也遂开出一张300万的罚单，不过环保署甲台电也拢讲重新启动3号机组无违法，爱台中市政府就要依法行政。原本只是例行的市政会议，不过场内气氛确实有一寡严肃。因为台电5深夜重新启动台中火力发电厂3号机点火有力，和台中市长罗秀燕真无欢喜，当位来批评中央。这种与民为敌、违反民意、傲慢的执政态度，即使是我们如此善良的台中市民，相信都会有所感受。这不是台中市府头一摆批评中央，中火3号机进前因为超量用涂炭。和台中环保局对2020年1月7日开始废止操作许可证，了停机超过1年3个月。中央甲中市府即阵也伫为废止许可证这件代志拍行政官司。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台电拢强调一切合法。台中1号机要去检修，那么核三厂的1部机也要去检修，大潭1部机也要检修，有机组下去，这样有机组上来，这是属于合理调度的一环啊。为了确保供电稳定。机组的检修加上水情无好，造成水力发电量。为着因应热天用电的高峰，中央认为3号机重新启动有必要性。李中市府初六是先开出300万罚款的处分单，并且讲台电啊进一步小涂炭发电，会依照违反空污法来当罚。2000万的处分，另外也会把它相关的市政把它做移送，因为我们认为它该停工就停工，因为现在这个条件没有必要来动这个有争议的3号机组。立权团也认为3号机组重新启动会对台中的空气污染更加严重。反对中火再把燃煤电厂大量的开启，因为这个对于现在还在空污季的台中绝对不是好事啊。台湾现在目前的备用容量是非常非常足够。环保团体俄罗台中市府第一时间表明反对态度，不过也对市长罗秀燕唔但反对小涂炭机组，也反对氢气的小天然气机组，将态度感觉烦恼。希望台中市府唔是拍假球，也呼吁中央甲地方积极来协商，以减少小涂炭为共同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到台铁意外，讲到道路局自强号发生事故时阵，迄位包厢李义雄，迄当时伫咧做啥物代志咧？根据苏民北方的资料显示，迄当时李义雄有甲真侪人伫咧开讲，其中一位就是台铁花莲工务段细线的施工主任。台铁表示讲，代志发生了后，是李义雄有敲电话给邢主任，邢主任才会赶到现场，也强调讲邢主任已经去互检方约谈调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救援车辆行车记录器画面来公布，台铁泰鲁国号事故发生了后，李义雄的讲法已出现漏沟，将做检方调查重点。首先，李义雄讲，家己迄天是去顺工地，验过事故工程车早起8点外，红翕到经过花莲市区，车顶拢是咧那，疑似要正做边坡的抽屉。而沿路的监视器也记录到，工程车大约9点进前离去工地，车顶再有咧那。9点半进前，其他的车来到工地，是不是因为甲工程车停伫斜坡，才有车出来，而造成意外？检方正伫调查中。车子滑落到铁轨那边，然后撞到火车。所以是厂商自己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络。对。调查司机回想到，迄天9点28分事故发生了后，大约10点左右，李义雄真紧张敲电话给调查公司来求救。另外，工程车出来了后，到案发的关键时段，李义雄到底伫咧做啥物？案发了后是毋是有报案？又开设检方侦查的重点。花莲消防局讲，案发了后有陆续接到报案，实在一空转播了后才确认地点。9点31分开始，陆续就有电话进线报案，表示现场有火车事故发生。另外，根据李义雄在汽车意外了后，甲真侪人开讲，疑似无先敲电话报警来求救。而除了敲电话给吊车的司机，其中一通敲电话给代替花莲工务段的4线的施工主任。对此，代替表示，邢主任大约是伫9点28分，汽车弄掉了后，35分接到李义雄电话了后，开车到工务段提装备赶到现场。到位的时间差不多是11点，而监视器时间是11点48分。据我了解啦，他应该是事发以后接到说有撞击，所以那个施工主任他接到电话以后才大概，因为我们从媒体的话，他11点48分嘛，他已经撞击以后，他接到因为他是施工主任嘛，所以他就赶入现场来看。不过，代替表示，邢主任当时无回报工程车出来原因，也无任何单位接到伊通报出来，所以讲遭到外界质疑，有官商勾结的嫌疑。对此，代替强调，工地发生代志，厂商回报，代替求助是真正常。为了调查真侪疑点，检方除了询问李义雄甲邢主任这人以外，无排除搁再约谈相关的人到案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道路局自强号启弄到工程车，煞来造成真严重的伤亡意外。着旅客表示讲，发生代志迄时阵，有看到包厢李义雄徛伫山架顶头看，甚至边仔有其他的人。花莲地检署表示，已经收到民众传过来资料，这块资料对案情有帮助，也会防止李义雄脱险。对乘客所翕的相片，会使看到泰鲁国号并车事故迄天，义雄工业社的负责人李义雄，甲几下也毋知影实际身份的查甫人，徛伫边坡顶面看。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开元伫个人的面册征求有人看到当时情形的相片，希望会使有更加侪线索。而检方即阵也已经传问超过10名以上的关系人，要来调查这个案情。在场的呢，应该不止1个人，昨天已经提过了。那我们呢，都已经在这些要查证的事项，我们都在搜证当中，包括我们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很晚了，昨天晚上我们还是去进行搜索，但搜索地点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承包商东新营造公司的大门拢无人回应。代替已经对李义雄个人、东新营造甲义雄工业社这财产向花莲地院申请假扣押。交通部表示会继续追查上游代理监理顾问的中原工程顾问公司，也有承包设计监造的联合台地工程顾问公司。另外，检方也表示会全力来防止李义雄脱险。有关于资产的保全的部分相关该做的，我们检察官都会去进行。我们在案发的第一个时间点，已经查扣了这个火车的相关的行车记录器，还有在场车辆的他们的行车记录器，这一些都已经在陆续的在分析解读当中。而负责边坡整地工程的建造商联合台地工程顾问公司是表示，代替甲因讲年假期间停工，公司也拢按标准的流程派员确认停工安全，无想到有人违规到工地开工程车。
不但也通知我们也要求包商有做停工检查，相关的停工前的准备工作我们都有完善。至于它的侵入那个细节，我们也就不是我们的所能够了解的。对着外界质疑，身为营造负责人的李义祥违反营造业法出任工地主任，敢讲无人发现。联合台底是强调，另外名单是负责承包的当新营造所提供的，因只是负责书面的审查，确认工程的专业。而承包的代替工程，即阵要13项伫施工。联合台底是强调，工程是不是要停工，要由业主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初四早起，海巡署伫新北市的万里发现一只海捞尸体，随后验出讲，这猪顶头有非洲猪济。发现尸体的地点范围10公里以内有11间的饲猪场，目前也拢先管制。农委会认为讲，这只尸体可能是对中国捞过来的。新北万里的旧空平台头前，多一只已经死一阵仔的白猪，2点钟前伊搁伫海面浮沉。初四透早10点外，海巡署第2巡防区的巡逻人员发现这只尸体，赶紧通报新北市动保处，采样检验了后，机动工确定验出非洲猪济。这一次的海漂出事首次在本岛检测出阳性，我们想这个很大的机会应该不是在本岛发生这样的一个会做出问的情形。农委会根据海流的相关资料，判断讲可能是对中国漂流过来的。发现尸体的半径10公里内有11间饲猪场，饲2719只猪仔，初步方式拢真健康。农委会也强调讲，拢是饲乌猪仔。从桃园来到新北这一个区块，是我们主要养的都是黑猪，大部分都是黑猪所以这个是白猪。11间饲猪场已经伫4月初5下暗对猪仔采样，逐间采样15只，目前有4间，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通知到所有每一位饲主呢，告诉他们说，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呢，都要接受人车的安全、人车的管制，而且要做好自我的清洁。农委会说明，若感染到非洲猪济，猪仔3天到5天以内会发病，而且会大量死亡。目前也无这款现象，不过疫情的调查会扩大到桃园和新北。对2018年到今，已经有15站漂流猪验出非洲猪济的案例。伫台湾本岛，新北这个是头一个，另外12站伫金门，2件伫马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乌海寮渔港，今早起有渔船伫外海勾到一粒亲像还未爆炸过的微爆弹。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赶紧通知国军去到现场鉴定，确定讲这粒就是鱼类的弹头，目前也交予国军处理啊。高雄主管区蚵仔寮渔港，初6透早有渔船出海拍网掠鱼仔时阵，去捕到敢若是微爆弹的不明物体，好起来时阵阁略略庆烟，船长是惊甲赶紧通报海巡人员，再登去码头处理。发现就出烟，有怕危险，就赶快回来。但先还袂甲看吼，我知影是未爆弹我网仔甲用开吼，疑似是鱼类的头。疑似我看过情形安尼。根据船长甲海巡人员表示，微爆弹是伫蚵仔寮外海大约13海里、深度100米的所在获到，初步估算超过100斤。海巡得到消息了后，也赶紧通知国军来鉴定，确定是鱼类的大头。请那个陆军的第4地区支援指挥部弹药库东山未爆弹处理小组来前往处置。那上午9点多时，未爆弹处理小组抵达现场。那初步研判是鱼类的弹头。船长表示，蚵仔寮渔港附近外海常常会去捕到微爆弹，通常拢会直接弹登去海底。这粒微爆弹因为伤过重，所以才会再登来互海巡处理。国军也为外表判断无立即性的危险，随后已经由微爆弹处理小组运登去陆军总营弹药分库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是互人饲做宠物的美洲青皮杜丁，目前是摊甲规台湾啊，连屏东的小琉球也拢有。就当地民众伫厝内面看到一只大约100公分的青皮杜丁，民众是惊甲，落尾是消防队来甲伊处理、甲伊掠走。农业处表示讲，若准有通报，拢会派人去处理。顶个月伫小琉球也掠到一只，甘这个青皮杜丁伫小琉球开始生团咧，恐惊是搁爱观察。
这只分属有1公尺长的青皮大杜丁，风掠着放入去笼仔内，老大人的心情总算才较轻松。这是初五伫屏东小琉球，青皮大杜丁出现伫人的人家厝的情形。接获民众报案，于那个琉球乡民族路民宅前有绿鬣蜥躲藏，呼吁民众呢，对于任何宠物呢，切勿任意弃养。若发现绿鬣蜥，可拨打1999为民服务电话。因为民众看到遮尔大只的杜丁，感觉真惊，所以消防队才来斗3工。不过，青皮大杜丁主要负责的单位是县府的农业处。因过青皮大杜丁拢伫台湾的本岛，敢若是屏东岛8000外只。不过今年煞有3届出现伫小琉球，其中1届是顶个月，农业处派人去查访，还佫真正掠到1只。你可能会没办法说长期有固定人在那里。那不过有通报，我们应该就会马上有派人过去。目前来看是已经有通报3个案例，那其中只抓到1只而已。那我们过去的话，也会顺便请他们再观察，是不是已经有野外繁殖的情形了哈。目前初步还看不太出来。青皮大杜丁敢会伫当地大量生产？农业处讲，因为目前掠到的数量无济，还佫要密切观察。不过目前推估，青皮大杜丁无啥可能会为台湾收水去小琉球，恐惊是有人饲的，不爱饲蛋伫遐，呼吁民众唔通乌白放生，避免破坏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讲到日本东京奥运，搁在3个月半就要举行啊。不过大阪冰库疫情却是愈来愈严重，唔那6个城市实行防止疫情团开措施，而且呢有偌严重咧，这个大阪已经是连续7天，逐天的感染人数拢超过东京。另外，伫北韩因也伫咧这个时阵宣布讲，为着要保护因的选手安全，袂参加东京奥运，这也是头一个表态国家。大大相片配合宣言，北韩体育部官方网站朝鲜体育车辆伫网站上明白表示，北韩为保护运动员，而要参加7月举行的第32届奥运会，也就是东京奥运，正做国际社会当中第一个表态，因为疫情无要参加奥运的国家。政府としては東京大会について多くの国地域に参加いただけるよう感染対策を含め環境整備に引き続き努めてまいります。韩联社报道，这是北韩奥委会伫3月25视讯会议的时阵做出的决定。日本政府表示，已经知影这个消息，会向 IOC 国际奥委会甲日本冬奥委员会组委会协调。到底日本冬奥进入倒头算的3个半月时阵，大阪兵库宫城有6个都市，因为疫情更严重，为初5开始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规定餐厅等业者免超过暗时8点关门。其中大阪连续7天，一天新增加患者超过东京，互大阪府地区集团用文成立40到50人的巡逻队去检查餐厅等6万间的店家，是毋是有设假帮将二氧化碳浓度侦测装置，是不是适当换气？另外，自产民众是毋是有挂嘴安这防疫措施？僕らトラブルが一番怖いので、お客様との。で、言い方っていうのも正直難しいし。目前，仙台等地也考虑请民间业者协助巡逻店家宽导，只是有民众认为挂嘴安自产的效果无好，认为伤过早，该处紧急状态，放任防疫措施，搁一摆限制都困难。公司新闻，但是董变业。当全世界拢伫咧欠疫苗时阵，美国也宣布讲，若阵因国内疫苗数量有够了后，就开始出口予其他国家协助因来对抗疫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讲，因绝对袂亲像中国罗西亚共款，用疫苗做政治交换。全球疫苗无够济，各国展开疫苗保卫战。不过，即马美国宣布愿意将寄出来疫苗，甲其他国家分享。As we get more confident in our vaccine supply here at home, we are exploring options to share more with other countries going forward. 早伫美国宣布出口进前，中国、俄罗斯甲印度已经启动疫苗外交，卖甲管家己生产的疫苗到开发中国家，亲像中国，目前已经免费供应疫苗予69国。不过，美国强调，因未将疫苗当作政治手段。We won't trade shots and arms for political favors. This is about saving lives. 拜登政府目前还未公布疫苗出口细节，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绝对袂过度承诺，疫苗品质也严格把关。
这组呢，以后人员去巴西亚马逊雨林替偏乡的翠竹族群做疫苗。最近，巴西医学机构克鲁兹基金会一项研究指出，巴西境内已经发现92种变种病毒株，其中传染力更较强的亚马逊病毒株批反，主导巴西疫情。另外，在圣保罗更发现一种关注南非变种病毒的相同突变病毒株，目前已经展开进一步研究。 India has recorded over 1 lakh new cases and close to 500 deaths due to corona in the last 24 hours. It's a frightening number. 印度正做自美国了后第二个一天确诊数超过10万的国家，第一大城孟买疫情上严重，病院人数较多。自2月初以来，印度当局放定限制措施，不过因为变种病毒滚价，和疫情各升悬，为了防止疫情扩开，孟买真济所在已经伫9月启动封城加宵禁管制。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 缅甸的军事政变，当地的军事团队是用正粗残的方式镇压示威民众，也已经造成500多人死亡啊！联合国的安理会虽然发表声明两解谴责暴力，不过却拢无谴责政变的行为，也无宣布讲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制裁。中国甚至伫会议当中表态不要支持制裁行动，却引起缅甸民众的不满。那伫街头烧中国国旗，也发起抗议。 缅甸示威者将5000旗点倒了后，拍破反火宣泄因的不满，因为顶个月31举行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闭门会议，中国表达反对制裁缅甸军政府的立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伫会议中表示，大方面施压制裁会激化矛盾，对立严重，和局势进一步复杂。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粗残镇压抗议群众。根据缅甸关注政治犯协会，到测试死亡人数已经有564人，其中有47个囡仔，也有2600多人被军政府拘禁。联合国安理会针对缅甸局势2摆发表声明观测，谴责军政府暴力镇压的行动。不过，伫中国、俄国、印度甲越南的反对之下，无谴责军政府政变行为，或者是进一步有制裁措施。 为推特流出来相片，看到缅甸民众挂面壳上街路，面壳顶悬一5000旗的手压喙，暗示中国禁止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见死不救。另外，伫越南最近也掀起一波反中情绪。越南网友指控瑞典服装品牌 H&M 答应配合中国当局修改地图，将南海划入中国的领海范围，侵犯越南的主权，发起全国抵制。 H&M 最近风波真济，去年捌声明，因为牵涉竞标劳动，被采用来自新疆生产的产品甲原料。这声明顶个月底，和中共共青团并出来批评 H&M， 谣言抵制新疆棉，搁大赚中国钱。央视人民日报马上加入批评，伫中国引起一波抵制潮。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 有海洋生物专家发表上新的研究，讲海水温度若升悬，会造成赤道附近的海洋生态渐渐改变，那珊瑚会白化死亡，连本地赤道海域活动的动物也刷到纬度较悬的亚热带。 这是中美洲国家古巴的外海海底，原本应该5岁10个珊瑚世界慢慢产生白化现象，表示珊瑚走向死亡。生态专家经过长时间研究了后认为，除了水质污染、暖化造成海水温度每年升悬，也是重要的原因。 同款情形也发生伫泰国南边的安达曼海，同款是伫赤道附近，也同款是水生物种减少问题。这礼拜上新出来研究，针对将近5万个热带水生物种做研究，时间是为1995到2015这60年，分成3段，分析前、中、后3个20年期间赤道附近海域的生态变化。发现社引用研究团队的资料指出，赤道附近的海域已经有1500种的水生物种消失，有的是死亡，有的是规定刷到纬度较悬、水温较低海域。We found that almost all the marine species have moving away from the equator, and they are accumulating in the subtropics,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higher peak in the species diversity.
意思就是赤道附近海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专家认为，这不止互赤道海域真歹看到五花杂色的热带鱼，也互真侪高价值的水产真歹生存。影响就是赤道附近沿海国家渔民渔获量会减少，生活也更较困难。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讲到德鲁古自强号发生50人死亡的败笔以外，根据着运安会所掌握的行车记录器画面当中，表示讲这个工地现场唔拿一台工停车，8点49分的时阵，工停车搁载真侪车轮啊入到工地，也证实讲事故的工停车是伫咧发动的情形之下，才会出炉记录器才有资料。运安会初6下晡4点向大众公布上新的调查结果，公布408处塔洛克号败笔事故迄当时车头弄到剩半只，真惊人的画面。左边在隧道口，这个北隧道口的左边，它被摩擦、被剥落了一大片，相对于右边，它是保持完整的。运安会讲，经过公路监视器、行车记录器现场分析了后，确定迄天现场是不止挑事的工程车尔，是也阁有其他车辆甲人员。其实，在现场不止一辆车子，在这个作业当中，工程车这一辆有吊臂的只是其中一部，所以当天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其他人员跟车辆的状态。工程车是以类似滚落来的方式到铁路顶悬的。伫塔洛克列车弄到进前，工程车的闸风玻璃是早就已经碎去啊。工程车伫铁路顶到塔洛克列车弄到，只有差不多1分钟外。它现在提供出来的软体比较粗略的，所以呢，我们正在要更进阶版的软体。我们下次再呈现的话，会更完整。有向监理机关摕到工程车的监理资料，而且伫向车辆的原厂确定了后，确定工程车伫原厂的维修资料是只有到2009年尔。而且原厂讲，工程车的动车系统确定是改装过，毋是原厂承认的动车系统。讲到是毋是工程车这边的人为因素造成这摆的意外，运安会讲再交予检方来调查。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台铁发生事故，这台发生事故的台铁408车主多鲁古自强号第7节车厢，伫咧尾暗暝时阵已经顺利拖出去崩坑啊！台铁代理局长基本中也出面来说明。第7节的难度在它离隧道口比较远，所以大家看到为什么我们每拖20公尺就要停一次，就因为每拖20公尺要进去检查一下钢板有没有移动。第二个，我们要把这个拉的绳子把它缩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个过程已经没有用所谓的滚轮的俯仰方式了，直接由台线接出来，直接来拉。台铁大约是伫下晡3点多时阵开始，一直进行第7节车厢的铁力做检。伫咧差不多5点半时阵，总算救出来啊！伫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车的头前到后壁拢严重的受损，车身也有遇到遮。即阵台铁也已经把第7节车厢先刷到和仁车站，也要继续来处理第8节车厢。各场发生事故，清水崩坑因过也捌发生崩山意外，所以台铁列车爱做的就是加强防护。其中这个所在有25区，其中1区就是因为要施工的工程无做好防护工程，出来颠倒造成50人死亡的意外。4月初2透早，台铁发生73年来上严重的意外事故。一台伫树林站发车开往台东站的泰鲁国号列车，为和仁崩坑驶出来了后，伫进入清水崩坑进前，弄到一台为工地出落来工程车。记者的正手边是原本施工现场咧进行的明崩坑工程，是一个模拟型的崩坑，目的是要防止石头落到火车的路线。伊较早捌伫落石啦，捌做大石头啊，那个做大石头会危害行车安全，所以才会做那个明隧道。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山坡啦，会掉碎石这样。
因为这个所在几当前捌有石头落落来，加在当时无破坏电车线加铁基路，所以这个区域被列做需要加强防护。但负责防护工程的施工现场本身的防护措施却是完全无及格。台中市土木技术工会干事龚尚生讲，防护措施应该就要比较一般道路防护的标准。第一个，你最好在这个围篱的旁边。你要设置所谓的扭折器护栏，你可以防止车辆的这个冲撞。第二个，你的这个临时变道的铺面呢，你的摩擦系数要把它去加强。你在这2点去加强之后呢，相信即使你不应该在这边停车，也不至于滑落到东正线，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根据台铁网站公布，截至到初6透早10点的统计，这边的败马事故计共造成50人死亡，有200多人受到轻重伤。负责承包鞭炮整顿工程的义祥工业社公司负责人李义祥已经和花莲地检署收押侦办当中，检方嘛着续传唤10多人，希望赶紧厘清真相，和乘客家属一个交代。记者杨淑静、林玉凯，花莲报道。道路局自强号发生一个败马的重大伤亡意外，为福部要设一个赈灾专户接受民众的捐款，目前已经有真侪钱捐入去啊！到今仔日中昼12点为止，大概收到2亿协助。卫生福利部表示，讲伫咧后礼拜会召开专款管理以及着监督委员会议，会邀请相关部会代表以及着各界的专业人士来做伙来讨论，看这条钱是要安怎管理。会由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后。会来关系到这个日后要安怎使用的用途甲监督机制，确定了后，就来依照这个规范来施行。卫福部的捐款口座号名号做卫生福利部赈灾专户，会当透过银行转销、邮政汇拨、4大超商、来配等等的捐款方式，而且这个专户也会当指定用途。道路局自强号发生事故了后，交通部长林佳龙宣布讲要辞职。不过，各界确实拢有无共款的反应。国民党是要求林佳龙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拢要落台负责。不过，也有观光产业发布联合声明，认为这件代志是包厢的唔对，林佳龙爱担起监督改革的责任，唔是辞职。你坚守岗位，守护乘客，到最后。徛伫道路局自强号司机员袁顺秀的灵堂甲念香，交通部长林佳龙讲话是讲到后天。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会用专列载你回家，回到台中。道路局自强号的事故造成严重的伤亡，交通部长林佳龙宣布请辞。不过，观光产业几下届破文烧天，初6早起公布联合声明，认为这个事件是人为严重的疏失。林佳龙应该负责留落来处理、检讨甲改革，不是辞职。以前要见部长一面比登天还难，最多到局长那里就不得了了。林佳龙上台之后，他是很接地气，不管是民宿也好，不管是旅馆，他都安排开会，了解我们底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状况，防疫旅游、安心旅游，是分1.0、2.0、3.0，对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帮助非常的大。代志发生了后，国民党团也要求交通部长林佳龙爱落台，嘛认为行政院长苏贞昌应该爱落台。桃园市长陈文灿回应讲，尊重林佳龙的决定，因若内阁对重大意外，拢会承担上尾的责任。不过，要会当思考的是，敢别若出代志，都拢会院长落台。那我想救灾告个段落，这个院跟行政院应该会做出最好的决定。那不过我觉得。不管如何我是支持林佳龙部长的决定。这不是一个人下台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把问题解决要实际一点。把原因检讨出来，把事实理清楚，然后把未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拿出来。那事后该负责的就要负责。台北市长郭文德认为讲，不是一个人落台就会当解决问题。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强调讲，目前第一要紧是要把事件的头尾讲好清楚，提供解决的方式。因为伫咧这个事件内底，该负责的人都要出来承担。记者综合报道。
台铁的道路局自强号发生败北意外，改革台铁的议题，搁再受到众人的关注啊。就在野党的立委表示，台铁若准备改革，袂当干那是铁路局主导尔，应该有阶层较悬的中央机关来出面。台铁产业工会表示讲，台铁的高层看待安全的文化，唔是讲介好，若准备改革，应该爱听前线人员的声音。台铁发生塔洛5号败北意外，台铁改革的话题，搁再受到大家关注。有立委讲，台铁若要改革，干那铁路局来做是无够的，应该爱有更较悬的中央机关来出面。这不是一个部会的问题，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好，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要求说，行政院必须要赶快去正视这个问题。我想这次的事件也衍生出来，其实台铁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包括整个一个企业的文化，还有相关的体制。台铁产业工会表示，执行改革的单位若是干那台铁局，确实有可能无法度较全面发现，而且解决问题。现行的发包的政策，如果说是都有依照法令的话，那的确是需要在更高的层级来去做整体的检视。如果说它层级还是锁在台铁局的话，它的确可能没有办法去发现或者是做具体的改善。产业工会表示，真侪基层希望会使对安全有更较全面的保障，但是台铁高层对安全文化的要求是无讲介看重，因是真无力。我们可以看到说，像今年的1月潮州假死的事件，3人工作，台铁只让2个人去工作，在高铁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铁它就是规定这个工作就是要6个人。那如果说这6个人都没有在的话，除非等到第6个人补足，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做施工。所以我们认为问题还是在于，就是台铁高层对于安全文化的要求，他们到底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就做，能做尽量做，还是说是以安全为前提？工会嘛讲，虽然高层拢讲有提出改善计划，不过第一线的基层人员认为，真侪计划拢是凊彩做做。台铁若是要改革，嘛就爱甲基层的心声听入去。记者郭碧君、曾派文台北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2位台湾民众对埃及回来的。另外，台湾的 AZ 疫苗正也甲范围掠搁较宽咯，到第2级的对象拢会当来做疫苗。总接种人次是17245人哦。那另外昨天并没有新增任何的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啊。所谓的第1级的部分，目前的累计接种率是13.9%，那第2级的部分是5.9%。全民接种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疫苗的量其实也不是太多哦。那在这个部分还是希望说，先是以这个优先秩序的方式来设定哦。咱台湾甲 COVAX 买到的第2批 AZ 疫苗，爱等台本经审查含检验合格，可能到4月12才来通过。不过，这批疫苗的保存日期到5月底尔，要安怎伫咧45天以内全部用了，也是一个大问题。目前是还未开放互民众去做，会搁来讨论讲后一批主疫苗对象。另外，联工管的部分指挥中心也回应讲，可能是4月初八下晡开始就会当主疫苗啊。讲到这个用水情形是愈来愈吃力，台中苗栗伊是初6开始施行送水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新竹也有部分地区是用苗栗的水，近大约有465户受到影响。县市政府是透早就来传好临时的供水泉，要互欠水的民众有水通喝用。店面特别停水啊，民众赶紧把宝贵的水留落来，欠啊用。水情较力。台中苗栗今日已经开始分区停水，过去集水集苗栗水库的新竹县市部分地区，即马嘛得爱开始限水啊。要准备清水机来放啊，然后放饮水机啊，若无就是爱下迄落咱买迄落大罐的。洗澡水把它储存起来哈，厕所用那个洗澡水把它那个冲就好了，就2天这样把它克难克服啊。即届新竹地区受停水影响的，除了有新竹市2个里，阁有新竹县宝山乡的宝斗里，自来水公司一透早嘛派人甲乡公所做伙提醒民众停水的时间。节约用水的同时，也必须要做好一个事先的做一个备水的一个动作。为了减轻民众无水通用的不便，停水范围附近嘛设有紧急的供水点，逐天早起8点到暗时8点。提供有需要的民众取用，暗过嘛是爱提醒民众
可花时期更加需要专门准则用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讲到这个雨水少，头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靠天食饭的农民。在台南的白河莲花是上界出名，不过莲花爱用真侪水来引产，农民即摆也唔知要安怎来种植。看过去一区一区的田林拢是水，这是台南白河的莲花田。虽然现主市看起来拢要泉水，不过对莲花产业来讲已经是面临危机。今年雨落少，欠水引产，互莲花农要种也毋是，要收经过影响产者。即嘛是拢种落啊，种下这站啊有水啊，就先种落，咱搁讲啊。雨水就真啊，可能就爱这花爱死啊。安尼哦，安内了有敢会足济啊？当然嘛是爱足济，这防水帘一丛拢几600块呢，啊一分地爱300丛啊。因为莲花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水若无够，花就袂大。即马农民敢若会当靠抽地下水，因高压水敢溪水来应付，希望会当挡到落大雨。水的时靠我落去种植，足侪人是无法落去种植的，因为伊无地下摕水的时阵就是休耕，大家拢用水井啊去抽啦。啊有的大沟水的时阵，加减啊摄落来的时阵，阮拢靠这大沟水。全台湾的水种食力，早当周啊已经休耕，即马莲花嘛特别支撑袂调。根据统计，莲子莲藕的年经济产值是超过3亿，不过今年预计莲花种的面积仅170公顷，比去年的300公顷减100多公顷。而且刷落来5月都是白河的莲花季，当年拢会请济济游客带来观光收入，这些莲花相关产业拢受到损伤。而且唔拿莲花，若是阁继续无落雨，那月开始嘛是种植水林的关电冷角嘛会真危险。记者综报道。伫咧云林斗六高溪咸滩内，最近已经花是开甲红拍拍，而且阁足多。不过，这个荔枝草刺菇啊数量也是真多，通害也影响到民众生活。云林县防治所表示，农民或者是民众会当向公所来通报，会依照地点建议防治办法。今年雨水真少，灵应花大开，不管是路边也是种灵应的专区，因讲每一丛花拢大开。要过详细一个看，因看到未少虫仔居然停伫花顶面。今年的虫仔数量真多，民众烦恼若造成虫害，也影响民众生活。拢来食花奶鸡，食了吼，拢话食灵境啊，遮无，遮嘛有啊，啊遐你规堆。哎咯，遮咧拍沙，大家即摆大家后。用甲咧连网打咧发沙。云林县防疫所表示，防治这虫仔会虫害分2部分来进行。若是行道树，也是环境徛街附近有出现真侪种虫仔，民众再向所在地公所来通报，再由各公所派清洁人员来排喷药的日子来进行防治。有足多咯，四界看拢是哦。四界看拢嘛有，政府人不爱处理。政府看没有拿处理的。这个农园来讲的话，是可以使用农药的，但是在我们的庭院里面，因为它跟民众的这个生活接触比较频繁，比较近，那基础上来讲的话，我们是会建议它使用的是环境用药。防疫所讲，即阵云林县大约有100公顷是专门伫种奶子甲灵应的专区，分布在斗六、林内、高溪这山区。若是对专区的这奶子的虫仔来防疫，已经甲相关的药剂补助费拨予各地公所。若是需要的农民，应向公所来申请农药来喷药啊。而其他县市收买这虫仔的2片，因为数量大大增加，云林县基于安全的考虑，并无收买这虫仔2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是麻叶探种的季节，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和林务局合作，有设全国头一个麻叶饲囝的直播频道，记录一对麻叶翁仔某请养2只鸟仔囝的过程。鸟仔树内底有一只鸟仔囝的只脚和喙暗的揪大白条，鸟仔囝行来行去，另外一边的揪大嘛交着树枝。屏东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看到影像，拢惊一跳。其中一只幼鸟的脚被口罩缠住了，口罩的线这样。那大家在看直播的观众还有我们都觉得非常紧张，说：会不会没办法挣脱？然后他的脚就被绑住。那幸好就是在过了1-2个小时之后，他那个幼鸟顺利的自己把那个脚给挣脱。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人员伫山区找到这个麻叶树。因流电线利用长镜头，对顶个月19开始直播麻叶爸母亲2只鸟仔囝的过程。
发现因足爱捡物件倒来缴收，连亲民备忘的网纸嘛捡倒来。垃圾的量越多，而且是这种亮色系的东西，它从其他的鸟从天空要看过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巢非常明显在那里。那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说，我家在这里，而且我家里面的就是这个垃圾量很多，代表说我的能力很好。其实伫直播进前，要发生树仔骹有人备忘火烧起来，差一点烧到鸟兽的意外。加在拍火了后，4只鸟仔拢平安。这是全台头一摆肉叶饲囝直播，已经有15万人次来看。经过这2礼拜，大家看到因一家伙仔的生活，看到鸟仔囝哪来哪大汉，嘛更加了解肉叶的生态。记者邓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